观众朋友，今日个好目，欢迎收看《福起來》，我阿明哥劉浩明。其實常常看節目嘅人都會提講，阿明哥常常會講，即個盧卡係開漢藥店，我們講阿盧卡開差唔多會4台，差唔多會200人嘅漢藥店吼。但是今個漢藥店吼面臨到一種新嘅轉型嘅問題，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係兩個漢藥中藥店嘅後生嘅，伊會同我哋分享講，伊係樣幫我哋傳統嘅漢藥。容易我哋今啊現在成翻地位，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呢也要接嘅邱敏來現場。邱敏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同事嘅邱敏。還有明勳來現場，明勳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台南嘅客家生咯，明勳。想問一下，我哋2-3萬人都開中藥店嘛？從我爺爺的時候就開始經營中藥店，對。對你阿公都跟家爸媽差唔多3代呢吼。對，3代了。那爺爺的漢方中藥店呢，是在安南區的海尾草皇宮，那是祭祀保生大帝。對，那時候呢，很多人會去有醫療沒那麼發達，所以會去求藥籤。那有了藥籤的時候呢，就會到爺爺的漢藥店，然後抓藥。對，那在於爺爺的漢藥店的角色呢，扮演一個與人跟神之間呢，他的一個溝通。那看着藥方呢，那對於來領藥的人呢，會更進一步的給他更好的建議。對，嗰種嘢意思講，你以前盧卡阿公開漢藥店，以這個有去驗藥籤係咪？對對，沒錯，就是爸爸是藥師。那承接了爺爺的漢藥這部分，所以目前家裡的藥局裡面有中藥跟西藥。可是近間盧卡漢藥店還是有在開，有在開，還有在開。那你這個呢？你這個晚上有一天數過嗎？小時候的時候呢，就是在家裡，然後因為家裡都是做生意，那常常都會吃到爸爸煮的藥膳食物，對，所以對於這個環境中藥來講。從小是耳濡目染。咁晚上有一學過講嘅中藥嘅切啦，冇都寫啊你冇？在小時候的時候回爺爺家，那他都會做蒸熟地。對，那在這個傳統的中藥泡製的方法上面呢，也隨着現代的加工比較方便，所以現在像是酒製的當歸啊，這些炮製的方法在藥廠上面。他們會先幫我們做好，所以在傳統漢藥店裡面在做的炮製的動作就會變比較少。可是變成講晚上其實還是有看過有藥材很有做啦哈。對，那一定是歸特別類的東西啊。對，我小時候印象最深刻是爺爺用熟地，然後去蒸雞蛋，啊，整間漢藥店就非常香。好，來。熟地蒸雞卵，蒸出來糊呢？對，蒸出來那個蛋殼就會黑黑的，但是熟地的香氣會滲透到蛋黃裡面，非常香。嗰個其實哈，中藥一個歸特別嘅地方，你講啊，雖然講也係漢藥，也係一種藥材，但是其實睇中藥點乜人從頭會感覺到講，其實也係漢藥同我哋嘅生法啊，吼，都係歸強下啦。因為歸做以前我哋講食藥同源，我哋對於中國人嚟講嘅話，吞藥嘅其實係同樣一件事情，可是頭先我哋明顯都講，你看亞公嘅時節都把我哋嘅熟體同我哋亂強下一整，因為吼熟體吼糾正救曬以後，其實伊也會對你嘅體力然後係幾好嘅，再加上以前歸做時節的亂來講嘅話，其實也係幾好嘅搭配。那個蛋好吃嗎？非常好吃，而且在我小時候，這樣的一道藥膳呢，留下非常印象的深刻。嗰時我係想問講，因為即個見大坑我就會講到講，有一啲幾有名嘅一套菜嘅藥膳卵，係咪可能對一片想出來呀？這個藥膳蛋呢，因為小時候家裡人來人往，那有中藥的這個區塊啊，父親就做了藥膳蛋。小時候這個一進到家裡面就會聞到陣陣的香氣。對，那後來呢，是因為家裡的藥局的事務比較繁忙，所以就停了這個藥膳蛋沒有做。我後來在
东海大学餐饮管理系毕业之后，台中工作，那想回到台南之后，想起这个小时候的味道，所以我想要再重新把这个药膳蛋做出来，那再跟父亲一起研究，然后慢慢的去把小时候这个味道再做出来给大家。你等于讲，其实虽然讲你这个唔係更加真實係做中藥店嘅生意，但是以前喺中藥店生發嘅嗰種經驗，變成唔更加開創一個新的事業嘅世界，而係一個歸創業嘅基礎啦，吼。對，那在於現在大家的生活節奏比較快，那可能沒有像以前會回去自己煎藥或煲湯。那我覺得希望把漢方藥材這個東西讓漢方更生活化，所以我們把它加入了像茶飲這樣的元素，所以希望大家在平常的時候就能喝到。至少嘛，變成過方便的方法。對，比較方便的方法。然後我們在挑選藥材上面呢，不會有苦，不會澀，所以它都是天然草本植物本身的清香跟甘甜。那小妹也求問吼，你喺行業係咪？係。哪邊嘅行業？同事嘅行業。同事嘅行業，唔還是要講下方冇？唔要講。唔曉講。嗰度嘉義台南嘛個唔曉得講誒。唔曉得。唔曉得講。那小妹能用啥用認識的？哦，我們是在一間很常去的咖啡廳認識的，然後是透過中間有一個好朋友，就彼此介紹。對，那時候就剛好我們兩個都是失戀的狀態，對，然後朋友就說：“你們都失戀啊，不然就認識一下。”我就好啦。命運本能失戀啊，哈。咁我問哦，你這個營業嘅明軒以前係做餐飲嘅嘛，哈？對。咁你這個以前係做乜嘅喏？設計嘅。咁問題係更加能用啥做本冇同樣嘅東西？當初認識伊嘅時節，有想過講唔會見面會開一家店嘅冇？沒想到，因為做設計嘅人可能以前都喺公司裡邊啊做設計師啊，咁而家開家店嘅，當初開一家店嘅簡單冇？一開始我們其實是擺攤，沒有這間店。做乜呢？一開始認識他的時候，他們就是在賣藥膳蛋，對，然後都是在夜市或是會開車子去擺攤。然後我認識他就覺得，因為我讀設計的，所以對視覺很重視，然後就看到怎麼擺攤的攤位視覺沒有很好，所以我就開始幫他重新設計，然後做招牌啊或是包裝，然後先把他們的飲料包裝整個重新設計，然後去參加不一樣的市集，因為我們會去參加很多手作或是設計的市集，所以就帶他們進入了藝文圈，對，就認識比較不一樣的、比較美的東西。幾時結婚了冇？還沒。可是唔會諗咧，哈，唔先結婚以前都曾做很多事情。對，沒錯。一開始跟他認識的時候，他來我們藥局買藥膳蛋，然後呢，就像秋敏剛才說的，在於一個視覺傳達設計出身的人呢，他覺得這個這麼好的東西，是不是應該在於視覺包裝上面呢，更凸顯一點，讓更多的朋友去可以看到這個東西。對，那一開始我們還是男女朋友的時候，然後就一起去擺市集。最遠的市集我們去到花蓮的海貨市集，然後那時候準備了我們的漢方茶，大概400罐左右的漢方茶，然後從台南一路出發往花蓮的路上。那因為需要保冰，難得的經驗是我們都在漁港去打冰塊，那個冰魚的冰塊啊，就是會比較冰，所以為了保鮮，我們就去漁港一路打冰塊到花蓮。對，那在花蓮的時候，因為天氣很熱，所以在那邊非常暢銷，大概3天就賣完。對，可是變成講擺市集呢件事情對你哋來講，其實嘛係唔等開始開店以前過去創業嘅經驗啦嚇，至少是剛剛你講啦。市集吧，有啲好處，如講唔可以去接觸到民眾提供一定都係好碼嘅東西。有些人做一啲東西賣出去，可能民眾唔知啊。
听你讲，因为你的事情佢擺到花蓮去，等於你講，但我看接觸到無窮樣嘅人，好，接觸無窮樣嘅人，啊無窮樣嘅人，譬如講南方人啊、北方人啊、東方人，其實對藥材我哋講無窮樣嘅飲料，其實係無窮樣接觸程度。嗰時變成講，你等於你講也有啲東西以後，你入去無窮樣市場嘅。你看拍嘅人接觸嘅程度樣，咁你話其實百事係好賺冇，能認明咯。其實擺市集並不好賺，因為你還要扣除一些場地費，然後我們在市集上面的推廣上花了很大的心力。那每一位來的客人，我們都要給他試喝，然後告訴他我們用了什麼樣的漢方藥材，然後讓他知道漢方不是只會苦而已。因為我哋講最專業來講嘅話，人家專業係設計嘛，嗬。但是對中藥來講嘅話，亦都唔係人家專業嘅。你而家變成講，你這個配方茶來講嘅話，可能有外包裝係人設計嘅，個底部係配方咯。你這個有參加嗎？我是試喝，對。你就當顧客就對了。對，然後就當一般的普通大眾來評論茶飲，可不可以接受這樣子？就變成講，如係的顧客，而做出來的東西好食冇食，你這個來判呢個咁種係我啲消費者化啊，都有接觸到有嘅產品冇啦嗬。對。其實係咪啲幾好嘅一啲經驗？但是我哋講人家開一家店嘅，啊當初仲冇想要開一家店嘅咯。因為當時候，其實我們在擺完花蓮的市集之後，遇到了連續4天的豪雨在台南，然後呢第2天就默默的貨車被偷走，我們是等雨停之後要去牽車，然後發現車子怎麼不見了，然後後來呢就慢慢的因緣機會，有朋友告訴我們他旁邊有房子要出租，我們就去看看。佢參加市集嘅火柴餅嘅投資以後，其實後面對面圈嚟講，都乾脆開一家店嘅，去繼續下以後嘅。咁嘅我開咁樣嘅店嘅咯，休息一下喎，等下我哋埋嗰度嗰件細故事哦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收到節目我哋來賓面傳同你曉明講，一定做生意嘅茶餅嘅投資，但是後來就乾脆去開家店嘅。咁我想問一下，後來有簽到一家店嘅冇？有找到了。天哪，簽到？我們是朋友介紹的，他說剛好旁邊有一個老奶奶要出租咯，然後它也是一個老房子，台南就是很多好看的老房子，然後我們一看到就很喜歡那個空間。但是問題係其實台南嗰度路貨，但是有時路貨嘅處理方法其實幾快處理呢？很辛苦，因為屋況真的很差，幾乎就是廢墟這樣子。可是廢墟，你這麼想要講咯？就是可能也是因為租金便宜啦，就心動。對，因為我們也是剛好就失去了車子，然後要重新投資設備那些，所以金錢上考量跟地點。但是問題其實有時人都發現我賺一點冇花錢，其實夠多呢。但是要去買一台車跟投資一個不會被偷的東西，我們還是選擇可以定點的一個投資。那你當初看到也冇個意思嘅時間，人都想我講，我花錢一張，還是講搶一張，還是能這個張？我們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。對，就是水電啊，或是比較難的工程，會請人。這種專業的都派你來做啦。對，專業的。然後自己的話，我們就是我自己會貼瓷磚，我會泥做，然後油漆，我們就都自己來。對，你做乜會貼瓷磚哦？你做乜會泥做？這個沒好設計啊？出工，我很會做出工，就可能也是小時候都看爸爸自己手做東西，所以我就是後來在工作的時候也有接觸過泥做，然後就跟着師傅一起學過。也俾一啲 Q 物，看嚟 Q 物嘅，嘛喺唔同花嗰度精神一啲整理以後，後來都可以搞掂嘅。可是個小木有問題，你做乜唔貴天數呢？因為我本身呢，那時候本來是要考藥師，因為也是受到父親的影響。那報取家藥之後是備取，好備取的時候，我的父親問我說：你要重考，還是要選擇你要去讀的？後來我就跟我的父親
说，那我填到了东海大学餐旅管理系，我就去读东海餐旅管理系。后来在不管是实习或是接下来的工作上面，都是在餐厅跟旅馆服务。那我想说，家里的这个汉方是一个古人传下来，从爷爷到爸爸到我这边，很可惜了，如果没有人继续接下去，该怎么办？所以回来第一件事情是先把药膳蛋重新做起来，所以慢慢的在汉方的饮品上面做开发，让更多人可以去轻松品饮，结合我所学的跟爸爸的家业去做结合。但是你这个冇想到讲，因为你的茶叶俾你投资以后，你干脆贵去录下开啊，做乜另外开一家店的因为在跟家里的风格上面呢，比较不适合让人家坐在那边，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去享用这个汉方茶，所以在新的这个空间里面，跟邱敏的结合视觉。很多包括铁窗、吧台、吊灯，都是邱敏负责重新去设计、去画图，然后我们去找铁工师傅帮我们刻制。係啦，冇唔錯，因為其實唔同我講，其實講我哋一般人坐下來食茶飯吼，真係一般的中藥店真的冇辦法，因為佢都真係飲藥飲喺度都濟嘅。我覺得嗰你養出一啲個有限的一啲地方吧，其實真係要有一個新的空間。咁個新的空間你乜嘢啊？叫手草生活。手草生活，而且嗰個草嗰種嘛，佢特別的嗰種故事的草吼，那我想到要用亞名啊。因為在當初在做的時候，我在貼瓷磚，然後就看着我的手，覺得我的手好重要，它幫我實現很多夢想。我頭都覺得講，看到我手邊那個杵，對，也是，就覺得我要好好珍惜它，然後就我一定要用你這個字，然後就是一定要手，然後什麼都是手做自己來，所以很喜歡這個字。對，然後草的話是因為漢方藥材它本身就是草本植物，所以覺得這個草，而且它是只有古字的草，就是一個最簡單最微小的單位，就很喜歡這兩個結合這樣。因為我最重要的也係成法，因為我把我哋傳統嘅東西帶入我哋呢其他成法地方，咁人家輸出成法地方唔能用把以前的東西帶入我哋成法地方啊。我們當初做這個手草生活的時候，我們希望這個空間提供給大家的，除了讓大家來喝漢方熱茶以外，可以有一些更多的想象，比如說創意，然後歌唱，然後手作這些東西結合成了一個空間，它不是只是單單的一個漢方茶館，所以在手草生活兩個字呢，是希望大家在喝漢方茶的時候是很輕鬆愜意，然後我們去不管是國外客莊、原住民的部落，我們有找到一些新的想法或靈感，再把它運用在這個空間裡面跟大家分享。像唔哋其他店嘅地步啊，唔應該講，唔係最推銷，冇嗰個賣最好係乜嘅？都是以花草為主，就是比如說桂花、玫瑰花，就是也是要以大眾比較熟悉的藥材，然後比較好推廣，然後喝起來也是香香甜甜的，這是第一個他們最能夠接受的味道。你希望講天的本人嘅感覺到講，唔至少我有啲香味本人，咁天然咯，唔知道因為講像人哋茶嘅特色，例如乜嘅特色啦？我們也是以視覺為主嘛，所以就覺得菊花它泡在水裡，它會打開。第一個它很漂亮，然後味道大眾也很喜歡。然後或是用洛神花，它泡出來是桃紅色的感覺。然後或是玫瑰花，它泡出來也是會在裡面很漂亮的樣子。所以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視覺上要漂亮，然後泡出來顏色也要漂亮，喝起來是香甜好喝為第一優先這樣。也真係都同我哋中藥影響而冇共樣吼。對，冇共樣。因為中藥也反正某個東西做出來都無色的，係都係安尼一啲味道，然後一啲安尼色色，但是伊香都真的冇像那個要香，泡出來又要講，好又有花氣的。但是今年你帶來係有乜嘅冇共樣嘅茶？我們今天有帶和橘青銀茶，然後玫瑰，
还有金银花和菊花，其实就是各种花草材类，就是好喝很香的。主要利用的有冇差别啦？也太包同细包有冇差别？哦，那个是大包装，里面就是有8包，然后小包装它就是单包。然后我们会这样做，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喝过这是什么味道，然后就会问说，那这个是可以混在一起的吗？我们就觉得也不行，因为你混在一起，你不知道里面药材是什么，大众会分不出来，所以没有办法混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做这种单包的。如果都没喝过，我们就建议他1到14种，你就全部各买1包回去喝，喝了喜欢你就把它记下来，就固定喝这一款。可是今日我哋带到现场的黑芒茶，我要比黑芒茶。这个是金桔活力茶，金桔活力茶里面呢有金银花、菊花、苗栗铜锣的菊花，然后有甘草、有黄芪。甜度的话呢，我们用甘草本身的甘甜跟甜菊叶，它是单糖，所以热量非常的低，但是它会自然清香的回甘。目前呢，这个是店里面的主推茶款，因为金银花本身是可以抑制肺炎球菌、结核杆菌，所以它在这个防疫期间呢，大家都可以多喝一点。那当初的那想而已，也是批发很容易想出来的。一开始我们是在台南，所以台南人普遍喜欢口味就是甜，台南是糖做的，所以在茶饮里面，我本来是就是单纯的药材，但是觉得一定要甜，可是又不想要加糖，所以就找中药材里面会自然发出甜味的东西，比如说枸杞、红枣，还有甜菊叶，它很好用。所以我们在每一款茶里面都会加这些有甜味的东西进去，所以在一开始推广的时候接受度非常高。他们一开始会怀疑说哈是茶，然后感觉没味道，但是一喝下去，每个人都会眼睛睁大说甜的，都好好喝这样子。因为一比茶吼，多这么我是听一般人言说，伊同埋一般适度的嗰种发臭茶冇傾講，因為幾多發臭茶適合去嗰項目，但是後面都冇味道。但是同我發現也後背話有幾項嘅味道，表示講伊本來用的嗰種顏料係整出來食料啦，所以說它的後韻其實是很漂亮的一個後韻。可是除了也以外咯，能還有譬如講，能頭先講也係有經驗法曲法嘛，佢頭先嗰種嚟講有配得用冇香嘅茶型係咪？我们的茶就是依照现代人文明病去做一些分类，比如说好声音是针对支气管，然后好元气就是因为现代人比较容易疲惫，然后还有好有美颜，它是针对女生，女生都常常会问说我想要皮肤好啊，或是要气色圆润，然后再来最重要就是帮代谢大家最喜欢问我要消水肿，要怎样可以就是帮忙代谢一些油脂，然后我们就有去开发这一些不同的需求。然后像今天有带的这个是荷菊的话，它里面就有山楂还有荷叶，然后这其实也是我们第一款研发出来的。其實按你方法真係幾聰明嚟講，唔知個係用更加嘅人呢，可能會遇到問題去做我哋呢茶包嘅分類啦，因為更加人講，唔知個真係講以貴上以仲有點樣人講。伊只是講唔出來，伊到底按樣一團仲佢仲有點樣人講，但是伊都講基本上唔好，冇都講見面上講唔好，後來用按呢方法都同講，假如你這段伊可能希望嘅情形都把你茶包一批，但是最後背一種重要嘅嘗試應該係來自你爸爸吧？對，就跟主持人說的，其實我們從小接觸漢方比一般人更多，可是在於挑選。讓跟大眾好接觸的第一個就是香氣跟風味口感，他們可以接受。所以一開始呢，父親可能會給我一些藥材，它很好，可是泡起來不好喝。不好喝的話呢，就沒有人要接受這個東西，即使它對身體是很好的。所以我們在挑選上面呢，就是慢慢的篩選，每一個分量去重新配比，然後泡出符合大家可以比較好接受的口感。但是嘛，係用至少用中藥嘅嚟帶，伊可以是去然後去發展講，我哋更加人可以接受嘅一種方法。
嗰個其實傳統嘅東西都會見下新嘅時代地位，用新嘅方法去包裝，去重新整理過，俾更加人來接觸。休息下哦，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。歡迎過來，福起來！上檔節目我哋來邊面勸同人哋教嘅，小米同人講，而係樣嚟去研發出新的一種，我哋講中藥茶。咁種人喺呢個台南嘅話，種人你入嘅茶，我要搭我哋在地嘅嗰種特產嗎？有，我們台南最有名的就是這個碰烘蛋。哦，碰烘蛋，對，然後碰餅啦，碰餅，然後我們就會想說來搭配一些台南在地的糕點，因為我們是中式的，所以就搭配中式的。然後還有這個水果餅，它是永康西市那邊傳統的餅。因為我哋介紹看到講水果餅，你們我哋介紹講，一水果餅一本大係，如果係按你睇細下。哦，它原本是這麼大哦，台餅啦，台餅，對，原來這麼大，但是這麼大很難當做一個伴手禮，或者是普遍讓人家可以去購，所以它是由第3代我的同學他去傳承之後呢，把它變小，然後重新設計包裝。嗰時你喺你點嘅地步嘅話，你除了買人哋嘅茶以外，你可以達到一道台南在地嘅一啲特產嘅菜嘅。咁當初我想提嚟做結合咯。哦，因為覺得既然大家都到台南來了，就是吃一些在地的特色，他也不用到處去找這些店，就直接在我們店一次都可以吃得到。因為其實我哋喺台南嘅時候，嗰時我看到嘅其實佢要台南嗰度嘅嗰古老嘅嗰種西式辣模嘛東西，但是我哋頭都講其實本來係個台餅啦，嗬，台餅其實我哋從頭我看到冇看嘅嗰種我哋講亞樣嘅東西，但是而頭講又係水果餅，因為水果餅底部本來係寶馬的東西啊，它裡面是用水果，像這個是洛神花，蔓越莓洛神花，然後它就是用洛神花去熬煮成裡面的內餡，然後它吃起來不會太甜，然後餅烤過之後非常的香。貴香的餅其實也這種做法都係人傳統的台餅的做法，但是一定加的東西係。那能講而家現代人加的東西啊，比如講蔓越莓啊這種以前是冇的東西，但是貴香的哈，非常的香的一個餅。但是除了餅嘅加上了以後，如果調紅的茶，也你的也還是有啲組合沒？它的組合就是茶配餅，然後因為餅會乾乾的，我們都會想說要喝一些茶，然後要搭配我們茶的口味，它味道也不能太過重。我們以前也有想過，像人家咖啡廳都配蛋糕啊。棒蛋糕或是餅乾，我們都有想過，可是它的油味或是奶味太香了，會蓋過我們的茶，所以我們就選比較再清淡一點，然後也是天然的東西去搭配這樣。係冇錯，因為其實我哋講我講，聽到上到講我哋都批幫一般的嗰種西方的嗰種店嘅，然後可是問題係跟奶油味太重，係奶油味太重。其實我哋像我哋咧。按他們茶理來話，其實真係唔適合嗰種西洋嘅東西，過適合我哋中片嘅東西。咁我想問一下講，咁我哋而家觀眾朋友冇講去到人哋點嘅地方，想要買嘅東西嘅話，而要用去買啊？用路行買，還是你現場都可以有嗰種人哋講盤數裡啊那些東西咯？還有我們現場就是你可以直接去喝到它是什麼味道，然後但是不在台南的人，你也可以在線上就是可以買到。咁我裡面可能我哋嘅安醬啊，係咪係用嚟裝乜嘅東西啊？哦，這個禮盒是我們每年過年的時候都會出一個禮盒，然後這個包裝都是由每年我對今年的想法，然後會去設計一個圖案。連盒都自己做？對，就是會自己設計，然後我們自己印刷，因為這個量沒有很多，所以都是自己做。如果去給人家印刷，那個量會太大。可是我都變成講。也講某個對佢是整理某個都最賣包裝嗰個東西咯，設計人哋一種電路，把全部錄成自己設計才可以做出嘅。咁人哋而家點地步嘅話，人客用嘅人客會多，因為我哋地講人台南其實嗰度外國人啦，你有外國人會去人點嘅地方？對，有我們店裡的來的朋友啊，觀光客的部分有
一半是日本的朋友会来。做乜哦？做乜我有一般人也很日本人哦，日本人对你的店的兴趣是乜呢？还是讲你的本地都有日本的朋友呢？对，我们从开店的第2天，突然有一个日本的客人来，那后来我们跟他聊聊之后呢，他是从日本东京嫁来台南的日本媳妇，那他在这里是从事一个记者的工作，当时他非常喜欢我们店，然后他推荐给日本 NHK， 在2015年的时候，日本 NHK 有一个节目是导游来台南旅游的一个节目，然后拍了我们。咁从人按同日本人的话，一定有邀請的去日本冇？有，最近日本很流行台湾的文化，所以他们在暑假的期间都会办很多台湾季的市集，就有曾经邀请过我们去摆摊，然后也是介绍台湾特有的东西。咁我哋唔能會日本化哈？会一点点日本话。咁唔能去台灣之地方啊，唔能去帶乜東西去啊？我们就带了茶包，然后也是几款可能比较好推荐和介绍，也有请日本朋友一起帮我们贩售，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解说这么深的字。咁種人喺日本嘅實習地方啊，除了人唔就講日本爸爸買東西以外，有發生過嗰種影響過什麼事情嗎？一開始我們在日本推茶的時候有點困難，後來在那附近看到他們很喜歡唱卡拉 OK， 我們剛好帶了一款是羅漢果潤喉的，我們馬上說這個是卡拉 OK 甲，卡拉 OK 甲，馬上他們的目光就會聚集在我們這裡，然後那一款馬上賣完。嗰是利用伊個當地嘅一種神秘嘅風俗啦，可以賣這個茶。咁種就按你睇日本人嘅旅客地方，慢慢的有一啲知名度以後，一定來你點嘅地方有留下乜嘅真名網絡講印象嘅東西嗎？這個有很多的日本朋友來我們店裡，會留下一些跟我們的合照，還有他們來這裡的感受。那像這個鳥取縣來的夫妻，他們從2017年來。後來呢，過了2年，然後又重回來台南這個地方，然後再找我們，所以我們就像是好朋友一樣，然後又重新在這裡聚在一起。其實日本人嘛，喺個熱情嘅一個民族啦，尤其係一個對到一定從頭會去嘅地方，一定會留下一個新嘅啦，無論留下一個相片。咁種喏，你嗰邊有數到乜嘅有你寫進嚟本的嗎？像有一對夫妻，他們來過2次。然後有一次他就寫信過來說，下次如果你們有來日本的話，可以去到他們家住哦。然後我們就真的去了，到他們家煮晚餐給他們吃，像換宿一樣。可是一下中文呢？對，他的中文很好，他是一個會講中文的歐吉桑，大概70歲了。然後他們來這裡的時候沒有3C 的手機，他們是靠着地址就這樣慢慢找到我們。因為其實日本人過後來台南，因為台南地方有幾多我哋講，唔單止係講係我哋以前早期嘅中國嘅留下來嘅東西，對日本人來講話，其實台南嘛有幾多日本時代留下來嘅一種風情。佢相對來講話，其實我哋講嘅點嘅地方，有會唱我哋客人嘅嗰種歌曲去唱歌係咪？當初都會唱到嗰啲客人嘅歌曲去唱歌咯，很樣嘅一種體驗咯。因為我們一開始在開店之前是擺市集，在市集裡面就認識謝明佑老師，他那時候也是跟米莎有在合作，然後間接的也認識那時候住在台南的 Ken 桑聲響樂團裡面的吉他手，對，就剛好就都是客家人，然後我們有因緣際會也是邀請他們一起到我們的店裡表演這樣。咁從來講翻到客家歌曲地方，因為其實你係好容易嘛哈。咁就客家歌曲地方，你最好係乜嘢啦？在台南這個地方啊，因為沒有客家的聚落，那我是客家女婿，我很想要學客語，對，覺得客莊非常親切。那因為認識了這些客語的朋友，那都是從聽歌裡面去學習客語怎麼唱，雖然有不同的腔調，但是我覺得客語可以跟大家做成一個聯繫是非常棒。那像我都會聽陶哥、阿陶哥，然後明珠也會教我一些客語，然後米莎、羅思榮、羅姐，對，
然后都是听他们的歌去学习客语。可是有的别人讲，其实我们的球迷是同时的太普强，但是也要西人讲，也要老公讲的是西安强，因为头都讲我跟你全部讲，全部是西安，那变成讲以后下巴学的西安强，但是其实球迷本来是太普强，你这个太普强要好好练习嘛。咁从你家开到差不多一多年了，几点呀5年了。从人来讲的话，你更加未来行下去的想法是乜呀？我觉得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发生了很多的改变，包括在布置上面，然后经营的心态上面，都是一直不断的改变。从客人给我们的支持，我们有赚到一些钱，然后到国外，到不同地方，然后获取新的灵感，然后再把它带回到店里面，包括在布置上面，或者是在花草的种植上面，都是重新的一个善的循环来跟顾客做分享。其实我马家就讲，其实我如果喺啲百年的重要点来讲嘅话，其實能幫我看到一啲新的方向啦。至少對中央來講嘅話，有以中央嘅方法去同他人去同他人接觸嘅方向。咁因為力量上嘛，算個人強出來創業嘛，嗬。咁我哋而家歸到佢，我哋人強人想要開店，你哋有乜嘅建議俾你冇？如果你真的，比如说你真的很需要的是錢的方面，那你就認真的去朝怎麼樣賺錢去努力。但如果你是做真的自己喜歡的東西，不管再辛苦，你都會願意去做。咁明璇咯，你哋本地愛開店嘅人強人有乜嘅建議冇？工作與生活它是可以一起結合，你是很有心的在鑽研你想要做的東西，那其實再大的困難你都可以去解決它。至於賺錢這個第二個部分呢，你會把它放在後面，因為你只要喜歡做這個東西，別人總有一天會看到，所以堅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繼續做下一個創業嘅事情啦。對，其實各行工業其實行到一定人頭嘅地位，如果開始有啲轉型，今年好彩我哋嘅民選同我哋球迷，要用一條新嘅路把我哋傳統嘅中藥同我哋嘅生活做結合。今日佢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人嘅故事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大家。大家又來台南，歡迎來愛無卡本愛請。休息一下哦，大家聽下等先啊，來源通一通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。今日先生我教大家係拉丁有氧，能準備好嘅嗎？準備同先生來熱情一下哦，想放起來同先生來運動嘅哦。來，蹲下來慢步，來暖身哦。談論先生蹲下走，踏並步，加上嘅肩膀哦，低後背撈。一下，放鬆嘅身體哦，快快哈哈。來減條運動哦。
上上下下，准备开始上下。前面跳杯，南铺嘎上也位哦，左右摆动你的臀部。看去前面行，跳步，臀部老阳看呢，我太看一些咯，弯片来细看，2、3。再帶來，彎片，來做運動啊，幾動作嘅哦，菱形步，前面搞茶。再慢一些，1提前面交叉跳背，前面很松落哦，速度加快，加上的跟跳，轻轻的摇动哦。可以吗？南铺菱形步哦，准劈开是菱形步，都要撇，加动作嘅哦，带来前面来。V 字，好看清楚了吗 ？V 字，前面跳飞，好，美术，上面，交叉，加上来哦 ，V 字步。爽哦，學耐冇？加動作嘅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慢慢的，連位肚子也會這樣看呢。是看得清咯。停上來哦，佢，哈，慢慢動作，佢，肚子交叉，我第一條呢，慢慢嚟撈人看呢，瞄下來，再帶。學耐冇？呢啲嘅動作都也嘅動作咯。準備菱形步 ，V 字步，加空來喲，慢慢地停下。多練習禮拜都會嘅哈。
V 字步，抖胸中耸 V 字，好，旁边慢步哦，慢步，恰恰恰，慢步。恰恰恰，前面嘎松树，慢步，恰恰恰恰恰的时候，嘎松的腰间，恰恰恰，夹起来，平松来。可以哈，T 的動作都更加動作哦。菱形步開始哦。好，菱形步還記得冇？嗰度觀眾朋友做乜個動作？好，來看下上半身，來練下動作。放鬆哦，好，一放鬆，我一放鬆哦，我一夾，好夾上去哦，菱形步，好，外嘛，放鬆，起起，跳起。再摆了哦，菱形步来，加上 V 字哦，好 V 字步，慢步，都要撇，平上來嘛，整體哦，菱形步開始。V 字，慢步，起起，跳起，重跳哦。V 字，慢步，加速。哦，我身體慢慢的放鬆，水蛇腰，放鬆我身體，從打狗樣嘞。重跳都要偏哦，整體很鬆了喲。V 字，慢步，水蛇，都要偏，記得了嗎？停都唔怕，慢慢地停，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哦。好，起起，跳起，慢慢地緩和。流汗的麼？流汗的哈，你要記得全身上來做運動哦，好好運動，還能下擺，能來了。